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用基督的生命，能够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为此要献上赞美跟感谢。主啊，因为你无限的爱拯救我们的生命，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我们所缺乏的和平、喜乐与盼望。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晓得，因为你的降生，也带给我们明白盼望是来自于你。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你的生命也是我们学习跟随的榜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学习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得着这份丰盛的恩典与祝福，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生命以及为我们身边的朋友带来盼望的生命。主耶稣，你第一次降临带给我们救赎的生命，我们也渴慕当你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生命完全的国度。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日子里面，能够学习活出你有爱的生命，用信心来为主而活，做主你合用的器皿。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有一位真神，他名叫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为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更丰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我们一起说，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让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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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生命的盼望。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生命是要为我们的生命在黑暗当中带来亮光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问题当中不仅得到生命的解答，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活出有色彩、有光明的生命。
谢谢主，感谢你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为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为主活着得胜的生命。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让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征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见证神，也让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及感谢的生命。如果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你有感动，也将你的感动的生命，将你奉献的金钱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神的教会，用你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跟祝福，相信神要大大的丰富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主赐福你的生命。我们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我们一起来关心大桥教会的大小事情。那我们在明天我们要举行这个代降节第2主日我们会点着蜡烛，是一个预备信心的道路，也是预备主的道路了哈。那什么是预备主？其实主要再来，所以基督徒用预备主的道路是用生命。一定要有好的品格生命是有榜样的，是为了要传递福音的生命来预备道路，不是随随便便在预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主日也是台神纪念主日，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一起为神学院的培育未来传道人的道路来关心代祷跟奉献。那牧师明天也会去到台中笃行教会参与陈国成牧师跟林怡娟牧师的就任。那牧师也期待弟兄姐妹一起为牧师代祷。那在那当中能够遇到台中的中会的教会牧师，有机会能够跟他们邀请，让我们大桥教会
可以一起去那边做募款的工作，好，来帮助我们教会在还款上面能够更加速了哈。那我们在下个礼拜12月15号，下个礼拜如果有参加这个联合圣诞市集的同工，期待在下个礼拜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能够一起来参与的话，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在12月21号我们的市集活动。那如果我们有2个部分牧师要简单分享，就是我们就算去参与市集的游动型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做啦啦队啦。你知道在市集活动里面是需要有人是吧？粉丝团、拍手团、欢呼团，好，就是说我们会有活动，我们会安排在那当中，期待要有庄脚就在底下，他们是参与的。那从头到尾你们都可以在那当中就是很自由的活动，但是只要我们有节目，我们在整点的时候会有一些演出，那这些演出底下都是需要有一些啦啦队团的哈。所以假如说我们没有在摊位去帮忙协助的弟兄姐妹，牧师也期待你能够在自由游动当中去观看有需要的，甚至在那边还在犹疑不知道要买哪一个东西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些邀请的动作。我觉得这样会提高这些市民朋友他们来观看的人，能够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甚至能够购买我们的东西。那我们这些所得呢，我们要捐助降爱家园。那降爱家园他是孔妈妈，也是孔牧师。这个孔牧师他本身他是小时候遇到这个环境困难当中在没有帮助的同时，他发现世上有许多人是需要帮助的，所以这个降爱家园他是帮助了90几位是无家可归的国人市民朋友，然后是建立这个家庭来让他们收容，甚至在那边学习一些能力来成长。所以我们是把这些所得能够部分的捐献在这个降爱家园里面。好，所以牧师鼓励各位，我们多邀请这些市民朋友，不仅参加市集活动，我们也有抽奖哦，所以我们鼓励我们能够邀请更多朋友一起来参加。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待降节主日的第2主日，当我们迎接主再来，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心来做预备，也就是信心的态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时常讲信心但是信心到底有没有根据？那就不一样了。有确据，也就是说有确定的那个依据你信心的来源一定要有这个确信的依据没有依据的信心，那就胡思乱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信心说，我对这个人，我要跟随他，我要学习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对他怎么样？要有信心，是到底他有没有能力嘛？像我们亚瑟朋友，他喜欢怎么样？喜欢下水，他会带领人家去潜水，怎么抓鱼、捕鱼。那你就要对他的能力有所确信，你才会怎么样？相信他，让他带所以在我们迎接基督降临再来的这个救恩的同时，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一颗盼望、信心？在这种环境变化的环境世代战争、人与人的这个最近这个礼拜听说南韩发生了什么戒严今天他们的总统又出来怎么样道歉说发布错误的命令。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代人都会很多惶恐，为了权力在那边争夺的同时，我们如何在等候基督再来的同时，我们要抱持着有信心的态度跟盼望，去接受这样的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段主的话语，罗马书13章11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还有要知道，现今是你们该睡醒的时候了，因为与初信的时候相比，我们得救的日子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临，我们要除掉黑暗的行为，穿上光明的盔甲。我们要为人端正，光明磊落，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嫉妒纷争。你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不可放纵本性的私欲。好，保罗他在这个写这一段罗马书的过程，也是正处于他宣教的
路途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他为了要向罗马的信徒阐述有关福音核心的真理，他们要鼓励他们要如何去面对他们所面对的世代的试炼跟挑战，就像我们现在的环境。那他们遇到什么？他们遇到罗马帝国他们的繁荣，导致了掩盖社会当中的许多的道德的腐败。也就是说，人在这种腐败的环境当中，很容易会怎么样？自以为自己没有错，而反而享受在这种环境。当时候罗马帝国他们有奴隶制哦，他们会有钱人会剥削、压迫，好专制的统治，就像我们某些国家有那些专制的领导者，甚至呢，他们荒宴就是喜欢办桌啊、吃面啊、吃个足好安尼啦，吼，足欢喜享乐，醉酒、放纵情欲、偶像崇拜，他们特别对皇帝的效忠。那我要告诉各位，皇帝效忠，那当时候的基督徒会怎么做？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就不敢，他们也不认为他们要效忠的是皇帝啊，因为基督徒效忠的是谁？基督啊，是神啊，是上帝。所以在那种环境下的人民，相对的就基督徒就会受到什么？就会受到严重的外在的逼迫跟内在的诱惑。那到底外在的逼迫，就像刚刚牧师讲到的，他们在社会当中有许多的冲突，不断的在他们生命当中在发生，他们遇到法律的限制。基督徒他们被藐视哦，被视为不是被藐视，被视为非法的宗教，因为基督徒他们拒绝祭拜罗马这些神跟皇帝，所以呢，被视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虽然他们说他们是信奉耶稣基督或信奉上帝，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不忠于对国家，所以国家就对他们特别的限定，用法律来限定。所以呢，他们也遇到什么？他们也有公开的迫害。什么公开的迫害？基督徒他们会怎么样？被告密呢？而且他们会被囚禁、处死啊！好，所以这就是在公元64年，尼禄他特别迫害还没有开始以前，当时候基督徒就已经被孤立，而且被藐视、被排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也会被社会排挤。当时候的罗马帝国，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与主流的文化格格不入，所以导致基督徒被视为是反社会的。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政治，就怎么样？就被反社会的，就被排挤了。所以你说，那到底基督徒要不要参与政治？那就是问题来了。我觉得你会问牧师，那我们要参与政治吗？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有公义，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本分，也要怎么样？也要去尽责。所以这是当时候基督徒他们所受到的外在逼迫。好，那内在的诱惑是什么？当时候他们遇到的内在诱惑是与世界妥协的诱惑是什么？基督徒他们要面对参与偶像崇拜哦。我刚刚有讲，他们必须要什么？崇拜皇帝呀，要对皇帝效忠啊。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必须参与对偶像崇拜，比如说对皇帝的这些宴客，他们就要参与在其中。所以呢，他们在很多的职场跟家庭场合，他们就很容易没有办法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他们就很容易与世界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有没有许多内在的诱惑？会不会？简单讲，抽烟会不会是？是哦。现在人如果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看我爸爸，我家里都会有一包烟，那我就会问我爸，为什么你有在抽烟吗？他就说没有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带一包烟？他就说因为要谈生意啊。那我就说那难道没有带烟就不能谈生意吗？在我心中，我也曾经这样跟我爸讲。到最后，我记得我爸爸只要回来的时候，他会有烟味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爸，抽烟对身体不好。我就跟他谈，我跟他讲说，做生意不见得一定要抽烟吧。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国人还有人在抽？因为当然还是会有啦。
抽烟是为了要跟这个人有同样的痛，有同样的那种格调，或者是有同样的这种不会让他觉得很尴尬，也不会让自己很尴尬。这是一种在抽烟的过程当中，牧师有去了解过，发现抽烟的人普遍都会有这样的心态，会去思考。但是我们要想，难道在很多内在里面的诱惑，这难道不就是与世界妥协的诱惑吗？其实这就是啊。所以我也在想，我们基督徒如何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要如何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如果我们迫害了这个身体，那我们可能原本上帝要给我们是活70岁，可能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怎么样？我曾经问过有一个基督徒，我问他说：“那如果上帝原本要给你70岁，结果你因为抽烟，结果变成50岁、60岁，搞不好更早就走了？”那他就说什么？不会啦，上帝是恩典的上帝啊。他说上帝是恩典的上帝，他会保护我的。我说主啊，求你怜悯他，恩典不是这样用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放弃了信仰的过程，我们是落入了试探的里面。因为魔鬼也会告诉我们，就如同他对亚当夏娃讲的啊，吃了不会怎样啦，所以夏娃他当时候就怎么样，他就受诱惑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信仰，而被这个试探得胜。所以我们在基督徒当时候基督徒，他们持续的被逼迫孤立当中，很容易就会放弃信仰。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福音的本质，对人有爱，对该做的事情要坚持把它完成。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内在的诱惑，另外一个叫回归犹太律法的挑战。因为有些基督徒，他们受到犹太传统的影响，试图回到律法主义的生活模式，他们就很容易偏离了福音。简单举一个例子来讲，当时候只要他们回归到犹太的律法，他们有犹太教。我知道基督教跟犹太教是不同，可是他们信奉的上帝是一样的。可是当时候如果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怎么做？他们就说：“哦，你是不是基督徒？哦，你有基督徒，那你就被抓去关。可是你只要说你是犹太教，就不是咯，你就好像免责了。所以实质上，他们必须会面对的是回归到犹太律法。他们回到我只要遵守做事情，我怎么去把它做好，那我就没事了，我就可以得到圣洁。这就是律法给人的一个错误的迷思。实际上，律法的本质是在于生命新的本质到底有没有改变，那才是重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特别鼓励教导每一个信徒要怎么样提醒自己。我们在保守信心的里面，基督徒要靠信心坚守救恩与盼望，要如何做？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5章第一节到第5节。保罗他说：“我们既然因信被称为义人，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了。我们又靠着他，借着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分享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重点来了，我们在苦难中也会怎么样？也会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出好品格，品格生出盼望。这种盼望不会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倾注在我们心中。所以圣灵既然要把这样子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还会觉得没有盼望吗？还会吗？不会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会发现，真的吗？我越来越不相信上帝了。大部分的基督徒，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你越来越遇到你的生活当中的困难，通常会发现那个信心是越来越薄弱，所以你会发现你很难进入到信心的里面仰望神，甚至更难达到保罗所说第3节，在苦难当中怎么样？苦难使人生出忍耐。我们光忍耐就已经做不到了，怎么还会有生出好品格呢？品格又怎么生出盼望呢？所以
一个人要有好的品格，你要先检视你自己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忍耐的心去面对苦难呢？懂了吗？如果你是一个觉得，我好像可以哦，我忍耐的这个功力还蛮不错的哦，那至少我觉得你的品格已经达到不错的。但是问题来了，有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好的品格，他可以忍耐，可是问题没盼望啊。其实一个会有忍耐的生命，他会有好的品格，好的品格会告诉他自己，我的生命不应当如此在过活，我要活出有盼望的生命。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人说，你的生命要活出有盼望的生命。生命要活出有盼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靠着圣灵，好，我们要靠着圣灵活出得胜的生命。怎么做？我们来看罗马书第8章5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随从本性的人思想本性的事，随从圣灵的人思想圣灵的事。受本性支配的思想会导致死亡，受圣灵支配的思想会带来生命和平安。因为受本性支配的思想与上帝为敌，不服从上帝的律法，也无力服从。因为受本性控制的人不能让上帝喜悦。但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再受本性控制，而是受圣灵管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好，我们倒着看回去经文哦。好，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你一边看一边注意听。我们人的生命，好，是不是属基督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不属基督，那我们就说，那如果我要属基督的人，就必须要有什么？要有基督的灵啊！好，我们再倒回去看，有基督的灵，就是要受圣灵管理啊，对不对？好，再倒回去，受圣灵管理的人就要怎么样？就不再受本性控制，也就是不再受自己的私欲所控制啊。那不再受自己的私欲所控制，就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上帝的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那如果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再往回看，我们会不会得着神的喜悦？会不会？我们住在神的灵里面会怎么样？我们就不受1、5、6、7、8节里面所讲的不受本性控制的人的思维在做事情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要随从圣灵引导的人，而不是用靠自己的私欲、靠自己的想法在过活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出属神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知道盼望的确据，不再因为外在环境的困难而失去盼望，我们就必须要活在圣灵的里面，属神的人。马丁路德他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他原先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士，当时候教会他滥用权力，贩卖叫做赎罪券。赎罪券呢，这是当时候赎罪券的这个简单的这个议会图啦哈。那这个图形它里面呢谈到，我们看到16世纪的这个里面，它用哥德式的字体、教皇的印章，还有装饰性的边框，有没有很美？如果你今天你去买了这个赎罪券，你做过的坏事，然后透过这个神父跟你做一个这个访谈这个告解，然后再买了这个东西，那你的罪就怎么样？就被赦免了。可是当时候呢，马丁路德他认为这样子的观念、这样的错误不是最正确的，因为当时候他特别提出了95条论纲，他反对教会用这个不当的行为来让人明白，他认为人得救不是靠行为或教会的制度了，他认为人的得救是单单靠的是什么？是信心。
他认为信心接受神的恩典，自然人的生命就得救。这也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的重点。我再讲一次，马丁路德他就是认为说，人的得救不是靠行为跟教会的制度，而当时候的天主教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人得到生命的救恩。你觉得对吗？不对。当时候马丁路德他也认为不对，所以他提出了95条论纲，里面有讲到几个，我们一起来看哦。他里面谈到反对赎罪券的神学基础是，他认为只有神才能够赦免罪，而不是教会的赎罪券。假设今天你来到教会，参与教会，然后祷告、敬拜、赞美，然后你也有感动很深，说感谢主，我的罪得赦免了，没有错，你可以对神这么相信，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认为我来到教会了，哇，感谢主，我今天有参加聚会，有参加敬拜，然后我也有让牧师祝祷，我得救了，然后回去继续做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不好的事情，然后你对待人也一样行为偏差，也都没有改变，对待父母亲、对待家人朋友都一样的生命，那么你觉得这样的生命是得救的生命吗？其实不是的。所以路德他说，只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而不是买那个赎罪券啊。好，所以呢，他认为救恩来自于悔改跟信心。我刚刚有讲，当你知道生命是需要改变，是需要求主怜悯的，你会发现在你的祷告里头，你会开始认罪悔改。所以牧师很鼓励各位，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自己灵修祷告，你一定要用认罪悔改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一整天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我们会忽略，我们会认为说啊，那个上帝啊，我现在有空了。可实际上在生活里面，你完全把上帝置之于度外，你根本不想要理会上帝怎么样为主而生命而来活，你完全不会去想。所以很多时候他说，真正的悔改应该是一种内心的转变，而非透过金钱的交易。好，他认为教会的责任，教宗应当以基督的榜样为信徒服务啊，好，而非利用信仰来获取财富啊。所以当时候你想象哦，如果教宗他们是你来让我告解要收钱的哦，好，很多时候透过这样来变相取得财富的利益。所以很多时候当时候马丁路德他觉得说，这样不对，教会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在带领人的生命呢？好，他特别提到他有27条，他说那些宣称只要钱币投入钱箱的，灵魂便能从炼狱释放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啊，你要奉献啊，你要洗礼啊，但是我们完全不去考量说他奉献有没有教导他奉献的意义啊。好，他要洗礼，你有没有去注意他生命的改变啊？有没有认罪悔改啊？他的生命的改变是什么啊？都不晓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特别去留意神的话怎么说。然而对马丁路德来讲，路德他用很多这方面的论点来重新表达他神学的观点。他坚持一个信心，他拒绝妥协。在1521年的沃尔姆斯会议当中，他面对生死的威胁哦，他是面对生死的威胁哦。当时候在提出对教义的说法，都是跟他的生命是很危险的哦，因为有可能会被抓去认为他是异端哦、异教哦，黑东西判死刑的哦。好，所以呢，当时候呢我后面再讲，他36条，他讲真正的悔改的基督徒无需赎罪券，也能获得完全赦免。教会的真正保障是神荣耀的福音呢。好，最后这句话，教会真正的保障是神荣耀的福音，你把它倒过来，荣耀神的福音呢？我们传的福音如果没有荣耀神，我们传的福音如果单纯只是为了要拼业绩，教会人要越来越多，牧师教导我们去传福音，可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关联，你看人会不会去
对待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你看一个比较不爱说话的人，你愿不愿意主动去跟他说话？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跟爱心有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路德他说，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说这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无法改变，神助我，阿门。”他唯有神做他最好的盼望跟帮助。面对他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哇，我觉得我很感动。我在想，马丁路德他这样子持守信心的确据从哪里来啊？难道不就是基督耶稣在他生命的救恩来的吗？所以我也在想，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到底怎么在迎接、等待耶稣为我们降生呢？耶稣为我们降生，难道只是活动那个很 happy、很开心的活动的到来吗？还是我们真正去等候、了解耶稣啊？你要再次为我们诞生，你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救赎我们生命，赦免我们的罪，让我重新得着，变成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罗马书。最后，我忘记放了一段罗马书第1章16节，牧师来跟大家分享。保罗他说一句话，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牧师我刚刚跟我一个高中的同学见面，还有跟一个未来要来到我们教会实习的实习生。这两位都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可是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一位原本在卖豆浆的这位朋友，他去年受洗，可是我认识他10多年，12年、14年前，因为我们家有养羊、养猪啊，他在做豆浆，会有一些豆渣。我们是在菜市场，我的妈妈、爸爸他们在菜市场收这些豆渣，认识到这位朋友，就是我的同学。他们回来告诉我说：“委员，你认识这个某某某吗？”他说他是你的同学。我就回想，对，当时候我每次去收豆渣的时候，我总是抱着一颗有机会带领他去就近的教会参与聚会、传福音。可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因为我一直在想，他遇到很多困难，他遇到很多身体的疲累，看得出来他没有盼望。看得出来，他有很多期待。去年他受洗了，他受洗的原因是怎么来的？就在他3年前，受到他的二姨、他的阿姨，他阿姨在福气教会，他们特别专注在传福音的使命工作上，也就是说，他们特别关心你必须要列出你们家人的best， 他们是用 best 最好的 ，best 是不是英文里面最好的？你们有没有？我们都有很好的朋友，对不对？你在学校、在生活里面，一定有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就先从他的家人，就是我这位同学，他的阿姨就把他列为他的 best， 然后把他邀请他去参加教会。他们用8+2的训练，8+2的训练是什么？他们透过8周，不断的邀请他们来到教会，参与训练，参与这个聚会，甚至参与什么？参与他们的用餐啊、聚集的生活。在那当中，我这个朋友原本不相信，因为他们一直说要不要受洗，要不要受洗。他也跟我分享，到最后他说：“我能够理解这个信仰，你们在谈论的是什么？”当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我们今天他一进门遇到我另外一位朋友，已经准备要当牧师，他看到他流眼泪。他流眼泪的理由是，他说他高中的时候，他欺负我们这一位朋友，然后打他，他一直放在心里面哦。我看到他流着眼泪，是他认罪悔改的生命已经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我看到他在分享他的生命的过程，甚至认识了福音，在这2年，去年他受洗之后，我最后跟我们这位2位朋友我说，其实我今天很高兴，
是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福音的本是上帝的大能，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都是这么的奇妙，把它连结的在一块。我们大桥教会在今年，我们原先就预定要做社区工作，可是我们社区工作一直缺乏人力资源，所以当我在祷告中说：“主啊，我们的人在哪？我们需要人来帮助我们。”所以当我的同学，我这个朋友，因为他神学院快毕业了，他跟我分享，他说：“委员，有没有机会让我可以去到你们教会实习啊？”哇，我就觉得好像一路走来，就从头到尾都神在预备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刚刚分享罗马书第1章第16节，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这位朋友卖豆浆的朋友，他即将要在善化，他在从原本的菜市场离开，神让他的生命改变。他身体有不好的，他慢慢恢复，在休息。他休息了3年。他是台东师范大学，他有教师资格，可是他在卖豆浆卖了10几年哦。他饮用的大豆是从澳洲，是非常好，非基因改良的，所以他用最好的产品。在这3年当中，我说啊，你这3年都没有卖豆浆，没有制作这些，那你收入怎么？他说他有兼职，他去补习班当老师，所以神给他的能力，帮助他完全的改观，让他明白他的生命如何要奉献给神，甚至为主做工。最后，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感谢主，上帝让我们能够一起聚在这边，一起分享。我也相信上帝也会透过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还有缺乏。”我就跟我的同学分享，他就说：“哦，我知道了，你们的奉献袋在哪？”哦，我这位朋友他过去从来不会认识教会的事情，我在跟他讲有关教会的相关信仰的内容，他完全是不理会的。可是我看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竟然是因为他的阿姨认为这个 best 是很重要的，他需要福音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真的需要福音，所以我们要把握住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认识主之后，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得着这份福音，我们还需要把它分享出去，能够带领更多有需要的朋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在受到外在逼迫、内在诱惑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持守这份信仰。那我相信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就怎么样，就大有益处了。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征战，是在盼望当中是有确据的，不是没有确据的。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盼望是要做什么。好这个教会之前蔡牧师他奉献他的一台重车给我们教会要做建堂的奉献。那我也在这当中也刚好遇到我们的教会的年轻人的父亲，那在跟他谈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也购买了我们这一台重车。好也感谢主，那这台重车也就成为教会建堂的所用。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都充满了恩典。那我在跟这个他的孩子在他分享的时候，钟璇，他在这段时间他一直在花很多时间在他的功课上面。我也跟钟璇讨论，我说钟璇，你有没有发现，神很恩待你们，很恩待你们这个家庭，很祝福你，也祝福你们的这2位儿子。他说对，真的，他真真实实的从中去感受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不多说，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要享受更多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大环境充满混乱当中，充满许多惶恐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盼望从何而来。耶稣要为我们诞生，我们更需要去好好预备我们自己。好，期待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待降主日当中，期待耶稣再来的降生里面，我们得着一个应许，就是他要为我们带来救赎的盼望，救赎的生命。好，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黑暗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我们有迷失，但你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应当走的方向。感谢主，借着基督的诞生，要再次应验你要救赎我们生命的应许。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孩子，让主你的亮光来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求你加添我们信心跟力量，使我们在困难当中能够更多的仰望神，帮助我们活出有盼望的生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让福音真实的本质在我们生命里面发芽，真实的为人来带来生命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那永生的盼望。祝福你，愿主平安。